Hello， 各位大家好。咁今次咧，我哋華哥好好傾嗱呢一個節目入邊所請嚟嘅嘉賓，哇！真係咧十分之重量級嘅嘉賓。咁我相信香港好多人嚇可以話係冇人唔識㗎啦。咁啊，尤其是我哋呢一代人咧，更加個個都知道佢個大名。咁啊，呢一位係邊位咧？就係廉政先鋒阿徐家傑老兄啦。喂，徐兄你好。多謝華哥，喂，誇獎，唔係嗱，咁我咧就係真係好開心能夠請到阿徐兄，係今日咧同我哋傾下咧佢啊，即係話喺呢個社會上工作咁多年嘅一啲經歷啊，呢啲經驗啦。咁啊，點解我話咧就係好開心咧？原因就係話阿徐兄咧真係周身刀，而且張嚟喎。嗱，咁我知道阿徐兄咧以前咧咁啊喺政府做過嘢啦，咁啊喺海關啊、稅局啊做過，咁啊其後咧就加入咗廉政公署。嗱，喺廉政公署期間咧，哇，佢個名真係無人不知嘅。好啦，後尾咧佢離開咗廉署之後，咁喺呢一個商界同樣嚟講，哇，亦都係咧做出咗好多即係大家都會知道嘅嘢。咁啊，例如咧又拍過電影啊，咁啊亦都係咧係一個拳館入邊嘅會長係咪啊？始創人哦，始創人嗱咁啊，同埋咧佢亦都係咧就係寫過好多書嘅。咁好啦，咁啊徐兄啊，據我所知啦，咁啊最近嚟講，你好似話想出一本書喎，係咪啊？係啊，嚟緊咧喺下個月6月7號星期六嚟嘅，係下晝2點鐘，將會喺西九龍中心 Dragon City 咧就有一個活動。呢個活動主要係咩咧？就係我自己創立個拳會咧38週年嘅紀念。咁啊，38年係好長嘅時間啦。咁始創時間係1988年，當年咧88年就係我呢本書嗰陣時我做緊官嘅第一本書面世。咁呢本泰國拳咧，至到而家都係權威嚟嘅，即係包括國內啊，周圍啲人都抄。我中華武術咧，我就俾我俾咗同意佢咧，就長篇咁出。咁啊，嗰02年嗰時出咗，將個內容，因為國內好缺乏呢啲資料呢個信息。咁啊，我對於泰拳嘅研究係畢生嘅歷程啦，從來冇停過。咁一本書之後一路都寫緊。咁但係今年出呢本咩書咧？就風雷。風雷係講咩咧？就係我喺加入政府之前同之後嘅嘢。咁當然間係廉署其中一部分啦，亦都係可能最搶眼嘅一部分。係，亦都當然間好多內容係比較敏感同埋爭議性嘅。係，但係唔緊要，係歷史。我成日強調人唔係要講故事，故事有吸引人嘅，但係故事一定要真有價值，唔好亂噏啊！咁所以我身歷咗喺香港呢段歷史，回歸前後，見證咗咁多敏感，咁多亦都係有不公平啦，有奇形怪狀嘅嘢。咁歷史應該寫落嚟，因為歷史係好寶貴，你唔寫咧就冇發生過。你要寫，要講故事，要講真故事，唔單止講好故事，好壞都唔緊要，一定要講真故事。我係強調呢樣嘢，公義就係真嘅。所以我呢本書個強調咧，就係公義，點樣去尊重公義，恪守公義。咁此之外咧，我其實同一時間嗰日，另外一本書而家仲印緊，就係我50年做嘅嘢。咁當然間呢50年做咩？就同埋好多香港青年一齊行一條路。帶咗佢哋入去個武術度操到最好，去國際度攞佢人生上一啲希望。呢啲希望重唔重要咧？攞個牌，如果你唔中意當爛藤爛鐵抌咗佢，好多人係唔重視。但係重視背後係好辛酸、好難先攞到。可能過後佢亦都唔重視，人生會變噶嘛。但係人生就最緊要，當喺嗰一刻咧，你有一個目標，你要達到佢，要做得最好。其實運動就咁啫嘛。我嗰一刻要做得最好，要強過人哋，超過自己。咁你無論做咩都係咁嘅態度，你就一定贏㗎。係，即係你好似做節目一樣啫嘛。我今次做得好過上次，要觀眾鼓掌，就係攞啲掌聲，就攞人嗰啲口碑。人其實呢個態度就係處世最好嘅態度。但係呢個態度可能太標得太高咧，亦都可能惹來一啲反作用嘅。咁啊，點樣平衡咧？見仁見智啦。係，好啦，徐兄，我想問你，嗱咁你最初加入政府行列咧，你做嘅工作就唔係廉署嘅喎。咁而當時咧，你加入廉署嘅時候，我記得喺香港咧，當時係好貪污嘅，差唔多咧。嗱呢一種工作咧係好特別同埋好新鮮。我相信政府係以前嚟講應該係冇呢個部門嘅，其後咧先至有。咁點解政府會揾你加入廉署？如果你問我咧，
呢個係性格事，因為嗰一代咧，我哋即係第一代嘅先鋒，唔係淨係我一個啊，有成堆人，有啲唔係，因為好遺憾，有啲一早離開咗。咁我寫呢本書其中一個目標咧，就係將佢哋嘅名擺翻歷史嗰度，對佢哋有啲致敬。即係好遺憾，我離開嘅時候，因為政治理由咧，都冇機會同佢哋話別啊。因為變咗壁壘分明啊，即係生人勿近嗰陣時，成個政府英國政府叫人哋怕咗我，就唔可以同個部門一人聯絡咁。咁啊，好微妙就係嗰陣時，我做咁多案好，點樣處理咁多警廉事件好，我係頭號公敵啦，對警界嗰啲貪污分子嚟講。但係我離開之後，我同警界啲人好朋友啊，去警務處嗰個 club 度食飯，握手同啲朋友，佢帶埋我去嗰個山頂嗰個警務嗰個，因為我要寫呢本書嗰度睇翻啲舊歷史，去博物館睇，個館主出嚟歡迎我，當我 VIP 咁，咁我好感觸，就係因為自己角色咧係變咗啦嘛，同以前唔同啊！依家我只係收集資料，做一本好書，交翻俾香港，等香港知道。當時係發生咩事？嗱，當時發生咩事就係香港亂晒大陸，貪污由底至頂都係貪污。呢個貪污歸根究底，我裏邊有交代，係殖民地衍生出嚟嘅。佢係一個管治手段，因為你聽話有錢揾，你咪聽話咯。你無論你社會邊個階層，自己變咗利益集團，你要保障自己利益唔好失啊嘛。你咪要保護個制度咯。咁政府表面一定係反貪污㗎。但係佢優先擺到最尾啊，係嘛？其實佢啲情報好準，應該佢睇晒全部。只要你同邊個有邊個女朋友，只要你去邊度賭錢，只要你去邊度食飯，佢有晒信息㗎。知道有唔妥，佢揸住喺度，佢唔搞你啫嘛。幾時候搞你嘅？有需要嘅時候，當佢覺得你對佢有威脅，咪搞你咯。嗱，呢啲就管治啦。阿徐兄啊，嗱頭先你講啦，當時社會就話嗰邊好貪污啦。咁嗱社會後尾咧就係去研究下點解當時咁貪污咧，就有一個結論嘅，就話當時咧公務員人工低啊，所以後尾咧政府公務員咧就高薪養廉啦。咁啊於是乎咧高薪養廉之下，咁你會見到香港嘅貪污真係減少咗。嗱咁我就想問你啦，究竟而家香港嘅貪污減少咗，係高薪養廉嘅效果啊，定是話真係廉署咧係打擊貪污好有用咧？高薪養廉係一個用諸任何地方都係啱嘅準則嚟，咩政府都係一樣。當啲官身價高啊，或者個薪酬好咧，當然間佢重視自己職位，呢個肯定嘅。但係代唔代表佢咁樣做得好咧？有另外一回事喎。你坐喺度躺平，淨係出糧，咁咪唔係一個好嘅安排咯。咁點樣能夠做到最好咧？都要監管嘅，有監管仲要俾啲動力啲公務員，即係唔可以就咁做就沙律，唔做就沙律。覺得呢個態度係唔啱。咁但係殖民地時代咧，就好多嘢咧，就佢有優先嘅嘛。即係貪污佢唔係佢最優先，到問題嚟啦，佢覺得需要啦。即係佢有 priority，佢諗住幾時要做你，佢咪搞，咪整個 Rolls-Royce 機構 ICC 出嚟搞你。咁當時咧出嚟嘅時候咧，佢要搞個震撼力，呢個機構一定要有特權啦。嗰班人要係精英中嘅精英啦，中西合璧啦。咁最重要嘅就係佢人工又高過你。嗰陣時我哋開始就多700蚊，700蚊呢家當然間唔係錢啦，食飲餐茶。當時70年代好勁㗎。700蚊咧，當時我哋人工嘅2000幾蚊或者1000幾蚊，700蚊即係多過第二個部門咧。a quarter 1/4甚至1/3嘅人工，即係大家紀律部隊計。咁變咗有個優越感。咁呢樣優越感咧就造成一個效應，就係我比你強，我比你高，即係我 authority 比你大。即係有一個心理作用喺度，即係人哋會更尊敬呢個部門。佢呢個好緊要啊！呢個係佢將個部門嘅 esteem 啊個 status 咧托高咗。咁佢做嘢咪容易啲啦。即係啲人敬同畏係依附住你噶嘛。咁好啦，咁我想問你，你喺廉署入邊咧工作咁耐，咁你印象最深刻係做過邊一啲案件咧？哇！我諗你今日唔夠時間俾我講。係啊，好多啊。好多。咁如果你一件咧，你講其中一宗。最大嘅案咧就尖沙咀22個被告，22個被告。因為我主力咧係70年代咧做反警察嘅貪污咧，我係好不幸啦。係先鋒中嘅先鋒，咁啊！當然間做到癲咗，但係換來咧就係升級又快啦。咁有啲成就。其中一單比較出名嘅就係第一早期嘅圈紅案啦。第一單 Section 10，即係我哋叫衣不稱身嘅，錢多嘅人。咁嗰單俾我 break 咗個 story。佢
佢個辯護就係佢啲錢就係一批珠寶，買咗批珠寶投資，結果咧就賺咗好多錢。咁呢件案當時咧，我哋就去澳門查，見嗰個所謂同佢啲錢活化，將啲錢套出嚟嗰個即係交易人啦，一個做珠寶商，5分鐘內解決咗，爆咗出嚟假嘅。咁成件案即刻冧，因為係第一單 Section 10。當時英國個策略就係對於嗰啲有錢嘅差人探長啊嗰啲咧，你永遠揾唔到人，喂，我俾錢阿華哥，佢哋唔會講大部分黑社會啊，或者開即係黃賭毒嗰啲，佢唔上身噶嘛。而家俾到頂層嗰啲咧，嗰個食物鏈一路上到係嗰啲收租佬，亦都係有利益，有啲係走咗佬添，佢點會頂正嗰啲最關鍵性嘅警務人員啊？咁所以咧個策略就係揸住嗰啲非法資產，依家其實國內都係㗎。你公務員如果特多資產咧，解釋唔到就係罪嚟㗎。咁呢樣係最直接，亦都係最公道嘅方法。你冇人嘅錢係冇得解釋㗎嘛，除非你對太太唔解釋，冇得講啦，係嘛？係。但係你實際你去稅務局，你都交代㗎嘛，係嘛？係。係呢個係一個社會責任。係。集團案係我嘅專項，即係專嗰啲最複雜啊、最惡嗰啲人啦。好唔好彩？尖沙咀一件案拉咗50幾人。一件案，一個月拉50幾人，22個被告。係嗰間案係牽涉啲咩嘢嘅？長期嘅有系統性嘅貪污、黃賭毒啊、收片啊、收規啊、派片，22個被警司到 PC 都有，成個爛頭掃晒。咁就呢講翻嚟真係好似做戲咁啊，冇可能啊！所以今日警隊係非常好，我乜一定強調。今日警隊係已經清除晒嗰啲過往嘅舊病，即係難得咯咁。咁但係嗰啲係歷史一部分嚟㗎嘛。咁就22個被告，後尾好似 convict 咗10個嘅。係，咁就嗰啲證據都要求嚴謹，好嚴謹，好高嘅。係，咁好啦，我想問，嗱呢啲咁嘅案件咧，有冇記錄喺你呢本書入邊啊？有都有嘅。嗱咁好啦，咁啊大家咧，如果想知道啊，咁啊過去嚟講啊，廉署咧喺香港咧做過啲咩大案咧，或者係徐兄啊，咁啊參與咗咩大案咧，咁啊記住買呢一本書啦。其實我目標咧唔係淨係想寫歷史，我係最想。我同一代嗰啲先鋒咧，亦都對佢哋有個即係一個交代啦，提咗佢哋個名。而且我覺得最重要就係個歷史寫落嚟，大家可以參考。即係廉署做嘅工作咧，係對香港好重要。我喺度強調，對香港即係當然要廉署做得好，唔可以做假案啦。你唔可以做假案達到公義，咁係唔啱。我成日都強調。咁但係同一個時間咧，廉署裏邊啲職員都好慘啊！所以我呢本書有幾個係因為個壓力太大病啦。所以你睇到舊年年頭李俊生一個好高級嘅處長級退咗休，跳樓喺城市花園嗰度。佢同我即係佢亦都跟過我，亦都同我做過同期嘅。佢以前都係公務員過嚟嘅，咁就可能佢積壓埋好多壓力。咁呢個案件咧，只係其中冰山一角。好多同事咧，因為嗰個工作環境啊，因為係封密式啊嘛。佢啲怨氣啊，或者嗰啲唔開心嘢咧，唯有帶咗翻屋企，或者抑喺自己身體。咁我好幸運，我離開得早。第二度咧，我係一個武術嘅大贏家，我做咗都係自己賺咗，因為可以喺武術度抒發咗出去。咁咧，但係如果你抑壓咗自己而係冇機會舒緩咧，好危險嘅。我唔理你健身院舉幾多嚿鐵，或者食幾多你雞蛋，食幾多營養，都冇辦法解決到，因為呢個係喺個腦度。咁啊，好多人有呢個經驗，所以點樣喺生活中喺好大壓力嘅環境下攞到一個平衡咧？呢個就係人生嘅藝術。好啦，嗱咁啊，徐兄咧就同我哋講咗，原來咧喺廉記入邊工作咧係好大嘅精神壓力㗎。嗱呢一點嚟講咧，可能好多人都唔知道。嗱咁好啦，阿徐兄啊，我就想問一問你，你喺廉署工作咧？咁啊，其中咧，我知道有一宗案件發生嘅時候咧，就係廣受社會注目嘅，而且咧事件鬧得好大好大。咁我稱之為咧隨道人案。嗱咁啊，呢一宗案件咧，嗱我即係話睇翻過去嘅資料咧，就知道係牽涉咗80幾億嘅私煙案嘅。咁當時咧，廉署咧就查呢宗案件，而結果咧，好似話咧搞出咗好多風風雨雨。嗱，首先咧，你哋要知呢太多我唔講，因為呢本書咧已經裏邊就分析咗點解我要分析呢件案咧，因為呢個涉及我本人，佢哋用呢件案嚟反映我嘅不是啊嘛。咁所以我對呢件案咧係情有獨鍾嘅。咁嗰個成個整個係一個，你可以話係局啊，但係做出嚟嘅氣氛就得。其實我只係提一件事。阿徐兄，我想問你，
你頭先就話咧係一個局嘅意思，即係點解啊？佢要報一樣嘢出嚟，說服大眾係我唔啱，因為佢利用嗰樣嘢嚟反映到我嘛。佢點解要咁做咧？佢要我走嘛。哦，佢想我走啫。你睇翻晒啲嘢，咁結果就搞到上立法局，因為佢估計唔到會上立法局。但係立法局當然間我裏邊交代好清楚，所有時段咩人幾時作口供，其實到立法局尾段啊，佢個最重要證人所謂徐道仁咧，係冇説過我一句不嘅。哦，因為徐道仁當時係個權會裏邊嘅一個副會長，佢哋自己啲股東打交係爭利益，咁嗰班人咧互相就當然間有啲係商業上嘅拗撬，呢個唔關我事，我都唔想理，亦都冇我嘅角色喺度。但係咧，英國政府咧裏邊有一啲人咧就利用咗呢個糾紛咧，加上有啲外國嘅英國人參與，我書裏面有交代嘅。係呢個人份量都唔少嘅，就將呢件事用咗嚟做打擊我。係咁呢件事我已經交代晒。咁我點解呢本書就係要寫就要交代，等大家知道到底係咩事？因為呢家事隔咁多年咧，其實我都唔想提。但係人家話：喂，阿徐生，我喺網度睇落去，又係莫須又話你，又講唔到你點解離開政府。其實你睇我樣，我係咪壞人？我係咪做錯咩？其實你嘥嗰個時間，你就要面對佢哋所謂話走私。如果你明白香港咩叫走私啊？高等法院喺個案中，大法官李安納講得好清楚，貨物無論乜嘢貨物出咗香港，有晒報關單就完事㗎啦。你去咗邊度再轉口去邊度，唔關香港事，唔係變咗你長臂管治、長臂執法啦。因為你嘅要求就係報關啫嘛。香港係世界40幾個轉口埠嘅其中一個，其中好多嘢貨品唔好講香港先，包括汽車、名貴汽車、化妝品，有啲地方一禁咧，第二度地方就運去，咁啊活化咗嗰個經濟鏈嘅交流。咁佢係咪走私咧？有啲人係走私，但係唔係出口商走私。你唔好話英國嗰個出口商係走私，唔關佢事啊！佢賣出去佢管唔到佢。香港都一樣，你俾你做批發商，你發行咗一啲貨品出去，無論乜都啲嘢走咗去第二個地方，唔關你事噶嘛。嚇！但係當政府用一個藉口話呢班係走私嘅集團，好啦，市民信，即係你頭先講到係佢套咗你扣咗你帽子咧，呢個係一個手段嚟嘅。好隨口嚟講啫，先走私集團，跟住85億嘅數據機俾你，唔係真係捉到85億嘅煙，而係將英美煙草總出口幾多年嘅煙攞個數據佢賣咗85億，呢啲係走私煙啊！即係咁樣咧，就係似乎咧係唔啱嘅。但係當時英國人係用呢個手段去搞呢班人，但係好慘，走嘅走，死嘅死，唔緊要，祝佢哋好運。現實要面對，殖民地永遠都唔係公道嘅。殖民地嘅公義係有限公司4個字。係，咁我想問你，嗱咁呢宗案件入邊咧，咁就係其中牽涉咗係2個人物嘅，一個咧我記得啊係應該權會入邊嘅叫田秀，當時佢係權會入邊。係啦，咁另外一個咧叫做係徐道仁，係啦，咁啊2個人物，其實咧呢2個人物佢互相之間係有咩關係，同埋咧佢背景係點嘅？佢哋2個同我已經當然間姓徐嘅已經去新加坡之後喺嗰邊已經死咗啦。死咗係點解死咧？我只係講説話，多行不義必天譴，呢個肯定嘅。包括嗰件案造假嗰個官員啊，郭輝喺手術台度死咗，2004年臨翻嚟前9個禮拜喺手術台走咗。所以你個天係有眼嘅。我成日做人最緊要就係你自己對唔對得自己處，你過唔到自己，你唔好夾硬嚟。呢個好嘅，所以你好妙噶，世界好多嘢你睇唔到。咁你望翻嗰個結案咧，係純粹一個鬥爭，利用嗰個政治環境想達到私人一個商業利益。咁多我唔講啦，本書裏邊有交代。呢本書絕對唔貴嘅，我係蝕錢做可以。希望大家可以從中睇到真故事。我唔係講隨便講故事，我等咗30年先講。其實我冇時間講，因為我寫咗幾多書。我同一時間我仲寫緊另外一本泰拳書，係我研究咗好耐泰拳嗰啲文化同埋各個典故啊。咁你希望呢本書完咗就教呢本。咁呢個只係我嘅理念啊，因為不嬲我對於呢個武術文化係愛好，亦都俾咗好多
真嘅利益，我生命嘅利益。係嗱咁好啦，嗱咁啊徐道人案咧，嗱呢一宗案件咧，真係咧喺社會上當時咧就好轟動嘅，到而家咧都係極具爭議性嘅喎。咁所以咧嗱，如果大家想知道啊咁啊事情嘅真相，即係話差唔多等於咧就係全世界都係啦，有啲事件當時咧就好秘密嘅，就唔可以公開嘅，但係經過若干年後咧就可以解密。咁啊，大家如果想知道咧，咁啊記住啦，嗱應該買翻呢本書去睇一睇。嗱咁啊，徐兄，我想再問翻下你啦。咁嗱，你離開咗廉署啦，咁啊跟住咧，你晉身影界先犀利啊，同埋咧攞埋影帝係嘛？唔係影帝，唔係影帝啊，最佳演員嘅。哦，最佳演員已經好好㗎啦。我想問咧，你點解咁叻咧？嗱，你唔做廉記，咁啊可以入呢個影圈做咧？喂，好多人咧都想入影圈，係冇咁嘅機會喎。嗱，第一套我唔可以話自己唔識做戲啊，咁啊多少演技都有嘅。咁但係始終係新人啊嘛。咁啊離開政府之後咧，曾經有3次有人揾我拍片嘅。哦。咁啊一次咧就係曾志偉嘅公司啦。咁我推咗，因為我同佢個上一代有少少恩怨啦，唔想搞到咁複雜咁啊，推咗。亦都我當時我諗住自己都冇乜興趣做戲。咁第二就撞到余東升，跟住佢又派人嚟揾我，金城武、楊采妮嗰套《神偷諜影》。哦，咁啊，我諗都係唔得，太複雜啦，呢啲我頂唔順。係唔好意思，我想問，嗱，啲人揾你咧，其實佢之前識唔識佢嘅？唔識，個個都識，個個電視睇到我徐家傑啊嘛，你唔好喺見到公共場合，喂，徐生你好啊，過埋嚟，咁你點啊？你揾先，而家當時嘅情況咧好特別，因為我咧就孭咗個黑鑊啦，叫做。咁啊，最得意就係竟然啲差人對我喺街咧同我撒冧，咁奇怪！啲鬼佬揸車停咗喺度 ，keep it up Alex，即係我同英國對抗啊嘛，同政府，咁啊變咗半個民族英雄啦，唔好自己衝得咁大啦，係嘛？咁啊，其實嗰陣時嘅時間咧係好窩心嘅，即係咁大壓力，周圍咁多即係敵人咁強，竟然間有啲咁嘅人啊喺我身邊，最無可思議嘅就係喺立法局期間，竟然間有個女士出嚟講嘢喎。呢個係一個英國叫 clairvoyant 係咩？係神視者，即係佢揸本書睇你個樣咧，就講到你過去或者未來。咁呢啲人咧係叫即係有天眼啊，所謂佢哋能夠即係甚至乎幫差人去破案嘅。咁呢個神視者好有名嘅 Sandra， 係 Sandra， 佢就喺報紙度咧，我唔識佢㗎。大版訪問揸咗我相話呢個人咧冇事嘅，俾人整嘅啫佢，實際完全冇問題嘅嘛，俾人操大咗。係喂。呢個英國人同我冇傳聞，點解會出嚟查我？真係奇怪，即係你係咪個天安排咧？你能夠講就係真係好玄妙。好啦，嗱咁講翻你拍戲嗰度咧，我記得你印象最深刻，你哋係拍過嗰套《寒戰》啊！哇，嗰個氣場好犀利。喂，咁啊，你點樣會同佢哋合作咧？嗱，其實咧，我咧就拍戲咧，不嬲我都好有保留。點解？你第一度自己始終係門外漢，而且我好忙，冇機會，我只要寫嘅嘢要做嘅嘢係我嘅興趣，走去嘥好多時間去拍戲。雖然間個條件係好好嘅，咁但係嗰次咧就2次3次我推咗，第3次就阿劉德華出阿虎咧就講泰拳嘅，咁我因為中意個目標咧，就俾咗3個晏晝佢個 production team 咧就同佢講個拳壇文化，即係劉德華裏邊嗰啲對白有啲係我俾佢哋嘅。咧就寒戰咧，突然間有個又透過拳會揾我嘅。咁啊 Matthew Chang 咧就見到我嗰第一日見面啊，因為我又唔熟啦，帶埋阿梁挺宗師，因為梁挺詠春咧就好有名，佢又拍過好多電視劇集啊咁佢同埋我去，咁我啊着件風褸去到，咁 Matthew 見到我，哇，徐生你好官味好重喎咁講，我話幾好聽啊講，咁佢話想揾你幫手啊，咩時候？佢話揾拍出戲，拍咩啊？警匪片。做咩角色？做 ICC 個頭，殺你唔諗，就係咁，錢都冇講。係，因為當時係覺得一個挑戰，好啊，又玩下咁，即係機緣際會啊。係，即係真係諗都冇諗。咁我攞咗金像獎，同埋係第一套片。第一套片。哇！犀利。咁問題就係，即係以前嗰啲去探下班嗰啲唔關事。咁嗰個妙就妙在嗰套戲9個獎，我攞1個啦，4個影帝，係壓力好大。因為你對住嗰啲冚唪唥都係超級 professional， 即係梁家輝啊、郭富城嗰啲，我係真係學神牌嚟噶嘛。咁但係 so far so good 啦。係，咁好啦，咁咪除咗係拍電影之外咧，咁我就睇翻啲資料啊，你又好似喺電視台咧就拍過啲電視劇集嘅喎。師奶劇
有啊，嗱咁就例如咧，好似話2017年啦，《我的志願》同埋咧有一套係好出名嘅，就係4個女仔3個疤，係啦，咁啊做法官啦。係啦，我想問咧嗱，你去電視台拍劇咁又係咧就係人哋揾你嘅，你係唔係話因為一啲關係？我唔會走去揾嘅，我從來唔揾人嘅。即係除咗係權談啲嘢需要我先揾人嘅。係嗱咁好啦，咁你咧就係即係可以話周身刀啦，張張都嚟啦。最妙咩咧？最妙講俾你聽，其實係法律工作。我離開咗之後都做一啲法律工作，報紙賣嘅我冚唪唥公開。咁人哋嚟揾我，因為可能個名啦，或者啲人覺得我公義心比較強啊，揾我去支持嗰啲被告。咁啊打好多單都贏。係。咁我係讀 consultant 一個顧問方式，當然間係專業顧問啦、職業顧問啦。咁係有律師一齊開會成，因為冇人有權請顧問噶嘛。嚇，呢個冇規限，當然間會引起第二啲問題出嚟嘅。當然間係市場嘅可能或者係眼光啊，或者利益分配問題。咁但係我唔重視，我重視係嗰個當事人嘅利益。咁我哋打都贏嘅，係贏係贏咩？基本係贏我。有啲案咧，基本上。嗰啲代表律師都放棄，因為個官太辣啦，係冇得贏嘅。佢都話到明。好啦，咁你講開啊，你最中意做啲法律工作啊。咁我諗起咧，你有另一個外號喎，係廉署黑星喎。除咗你，仲有喎，林炳昌同埋咧艾勤賢係啦。咁啊3位都叫做係廉署黑星。點解你會專門係即係對住嗰啲啊？點解咧？係好簡單，因為你贏開就贏，你市場好快嘅。好事不出門，醜事傳千里。你贏咗打贏咗廉署嘅 case， 廉署輸得好慘。嗱，醜事啦，好快成個法律界知啊！喂，邊個律師有份㗎？佢個 consultant 啊咁，但係佢冇眼呢㗎啦，自然有人揾你啦。呢個純粹係商業嚟嘅，冇乜出奇。但係加上傳媒牽連啊，傳媒就好中意揾呢啲話題咧，比較 juicy 嘅嚟寫啦，比較即係話寫出嚟好啊。咁啊，製造好多不必要嘅對抗。其實純粹如果大家以查案同埋上堂對峙，大家點樣去輸同贏一件案咧，係好技術性嘅問題，當然間好專業啦。咁但係需唔需要用到呢啲咁有冇黑星呢啲字眼？我覺得係不必要。即係話咧，其實你唔係特登針對廉署嘅，只不過傳媒咧就嘩眾嘅。佢即係覺得有人睇啊嘛。係冇錯。即係你明白嗰啲雜誌要嗰啲話題好賣係咁。其實你覺得呢啲壓力不算，但係亦都引起好多對抗性嘅後果。結果佢哋兩個俾廉署搞得好慘，後尾搞到又坐監。但係可唔可以終極上訴贏翻？但係搞咗7年，好傷，個人好傷。係啦，咁啊，想問翻你啦。咁頭先我都講啦，咁你係即係話周身刀、張張刀嚟。都唔係，我絕對唔係，我做咩都好盡力去做啊！真嘅。嗱咁，但係咧，我想知道你究竟最喜歡做邊一類型嘅工作咧？係拍電影啊、寫嘢啊、打泰拳啊，定抑或係咧做係廉政嗰份工啊，定是點樣咧？其實廉署工作咧，我入去參與都係一個心態，我中意戰爭嘅，中意戰爭。咩戰爭？因為人生咧嗰個感覺最緊要，你係上到戰場嗰刻，生與死嗰刻。咁你喺戰陣就有嗰個 feel 啊！你打拳咪嗰個 feel 咯，你炒股票都係嗰個 feel。你打足球你單刀直入到禁區起腳嗰刻，就係嗰個挑戰，個峰頂峰端嘅對決。即係你中意向嗰啲極限挑戰。係啊，體育就係咁啫嘛。咁所以我愛上泰拳就係咁，但係泰拳好幸運咧，令我愛上咗佢嘅文化歷史，咁變咗我就係一個人超越晒所有，包括國際間，我係領先得好緊要，將個歷史咧做咗好多好嘅工作出嚟，佢個文化、佢啲典故啊、佢啲時段啊錯嘅嘢矯正翻啊，咁所以我要寫嘅嘢10年寫唔晒，我寫3、4本書，嚟緊我仲要寫埋武泰雲，就泰拳對世界嘅影響。好啦，咁啊，而家咧訪問接近尾聲啦。咁或者徐兄啊，你可唔可以再講一講你嘅新書發佈會嘅時間啊、地點啊？係6月7號星期六嚟嘅，喺西九龍中心 Dragon City 喺欽州街嗰度嘅，應該就晏晝2點鐘。係啊，咁好啦，嗱各位網友，如果大家咧係有興趣想睇下或者想買阿徐兄呢本書嘅，咁就記住啦。咁啊喺嗰日咧，咁啊大家可以咧親臨現場，咁啊除咗咁啊可以買書啊，咁亦都可以咧同阿徐兄咧就係交流下傾下偈嘅。咁啊好啦，咁啊徐兄啊，咁啊好多謝你咧就接受我嘅訪問。我希望下一次有機會再同你傾下更加多其他嘅話題，好唔好啊？好，多謝大家。